来继续来看，军情局有3个退役的将军甲上校牵涉到强谍案，一个申请受押，2个交保。也毋过，同款身为退役情报人员的小将陈虎门，伊认为讲，这个人当年拢为国家出生入死，无可能伫多年后会来背锅。伊讲，伊对这3个人有信心。你是特务吗？为什么要做台间谍呢？重点是不是误会？要不要解释一下？ 记者伫问姓周的这个退役上校无讲话，抑过另外一边姓张的这个退役上校大声发冤枉。长官有加入共谍组织吗？没有。你有去中国吗？有去，我是台湾第一个特务去大陆。借过一下，借过一下。其实昨天才到家，就是天安门的时候，就我一个人在大陆。两岸关系这敏感，检调得到情报，讲一个姓张的退役上校，甲一个姓周的退役上校，2个人伫2013年。 甲2016年到2017年间，分别约民间的人士姓蒲的查某人，甲一个姓王的查某人去中国，实在中国的国安人员。2016年到2018年，2人又搁甲一个姓郭的退役的少将，有几下摆到中国，甲中国国安人员见面，并且有交文件互因。检调伫昨约谈3人到案说明。我是赫赫有名的一个大特务。真的是清白的吗？本来是清白啊，我就不可能这样子说。 看到这款代志，同款是退役情报人员的陈虎文少将人讲无啥可能。我们当年出生入死，我们不是他们的人啊，内心实在是非常难过。虽然非常是未到北检伫问规暝了，目前是依照牵涉到国家情报工作法甲国安法，成押姓张的退役的上校，其他2人则是分别以15万块交保。